在咱在地前要来讲南投的代志，为了要民间乡新家村古早时代故事，互更较侪人知影，客委会伫新家村推动一条小旅行的路线，邀请旅行社甲部落客来体验。未来嘛，希望讲会使甲附近的学校合作，互大家拢会使认捌在地人文历史。 为着要让南投县客家产业更有竞争力，县府文化局和客家委员会合作，将客家产业和在地体验结合做伙，推出小旅行，邀请旅行社和作家优先来体验。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些专家学者的一个意见，让这些路线可以做得更好。头一站小旅行来到民间乡新家村，由社区青年带大家参观在地庙、传统洗衫场、冷泉区和小解当地 出身的水印菜，让大家拢感觉这个行程有够深熟。那我就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找回来，然后同时也把这样子的历史，就是跟更多人分享。透过推动客家产业小旅行，来到互在地产业创造饮食经营，嘛期待新家村的故事会当互更侪人了解怎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